12月迎接元旦假期，法国要伫凡尔赛宫办一场有古早味的跳舞会，大家拢爱穿顶一个世纪的礼服，要带大家回去到上繁华的1920年代。舞池当中，贵宾对音乐跳舞，这是法国凡尔赛宫的世纪舞会，主题是复刻1923年一场宴会。参加的800位宾客穿顶一世纪流行的服装，好亲像穿过时光的梦空。迄时阵是欧美经济较繁荣的年代，也是狂欢 party 流行时期，被叫做欢喜的10年代。Parce qu'en entrant au château, même si moi j'y suis allé plusieurs fois, j'avais l'impression de le redécouvrir aussi un peu. Donc, c'est une autre ambiance. 除了跳舞，现场也有歌剧甲劇琴表演。也个人为窗仔看到花园内底宴会秀，毋过安尼浪漫代价无俗，门票一张要6890，万七大票。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。